大大好朋友，爱订我频道。做伙来画图。明早，我是牛仔可可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来画圆壳啊，看圆壳啊，阁会当画啥？囡仔兄、囡仔姐，恁准备好啊未？好啊！咱做伙来画图。咱先摕黄的来画，黄的画一个大圆壳啊，外口画几条仔线。这是啥？我知影这是日头。对，是日头。红艳艳阁足大粒的日头公仔。刷落来，咱摕柑仔色来画，柑仔色画一个圆，中加几条仔线。这是啥？我知影这是篮球。无对，是圆润润的篮球。我最爱和朋友做伙拍篮球。上尾，咱摕黑的来画，黑的。这边画一个黑黑的圆，内底搁加做好甜。另外一边嘛画一个黑黑的。中连起来，这是啥？我知影这是乌灵目镜。对，足牛哦。若看乌灵目镜，就免惊日头伤擦目啊。咱今仔日画真侪圆的物件，囡仔兄、囡仔姐，换你想看觅，圆壳啊，阁会当画啥？欢迎家己画图翕相。寄 email 给阮，也是通过呆呆 friends 的名册专业，多谢。嗨，若是你有介意呆呆好朋友的影片，请甲阮起赞、分享、订阅频道。多谢。